好，歡迎大家嚟到我哋澳門體育週報每一個月嘅體週論壇嘅直播節目。咁啊，今晚我哋會講啲咩時事話題咧，同埋請到咩嘉賓咧？首先介紹下兩位嘉賓先。首先咧就係我哋澳門負責任博彩協會會長宋偉傑先生。你好，大家好。咁啊，另外最賢重心協會副理事長阿高岸峰先生，高兄。咁啊，兩位嚟到咧，梗係同我啲博彩啊，或者一啲工人啊，或者經濟啊，或者員工嘅問題啦。咁啊，先睇睇我哋第一個話題係咪先？我哋睇睇我哋熒光幕先啊。咁咧，如果呢兩日咧，你行過澳門新口岸區去到置地咧，不妨就望多幾眼啦。因為到咗聽日咧30號咧嘅晚上嘅時候咧，佢就會熄燈噶啦。即係有衛星場熄燈，就唔係置地熄燈啊。咁啊，可以話咧，衛星場嘅一個時代嘅終結啊。咁我睇睇究竟衛星場嘅情況係點樣咧？嗱，我哋睇睇咧，其實就係個背景嘅回顧咧。其實喺最鼎盛嘅時候，2022年開始咧就有22間嘅，慢慢開始咧就10間。新博彩法例修訂咗之後咧，就進入咗3年嘅過渡期喎。咁啊3年嘅過渡之後，每間都逐漸咧就要退場啦。退場到最後一個咧，2025年12月咧30號咧就應該變為0間啦。置地娛樂場咧，如果熄咗燈之後咧，就衛星場時代就終結啦。嗱，我哋睇睇點解咁關心大家咁關心啲衛星場同埋呢個新口岸區同埋咧呢個係內港區用嚟。我哋先睇睇最全盛嘅時間咧，我哋澳門新口岸區有邊啲嘅衛星場？我哋睇睇咯。嗱，呢個就係個新口岸嗰個地圖嚟嘅。我哋先睇睇咧，究竟我哋嘅衛星場有邊啲咧？嗱，我哋由葡京酒店成條呢度咧成條街啦，大家睇到咧。去到咧就係呢個大概係我哋呢個係金蓮花廣場，我睇睇啦。由葡京對面咧，首先有金碧，其實金碧咧再過咧有財神，咁啊財神隔離其實有總統嘅，總統個對再行過少少咧有假日酒店嘅娛樂場嘅位置，跟住再行上去咧就東方置地，跟住再行過嚟咧有利澳行過少少有娛樂華，真係講到興都咳啦。再行過少少咧就有呢個澳門城嘅，以前咧就叫做金域。同埋曾經叫過咧，就係叫做蘭桂坊嘅嗱，有一個娛樂場嘅。咁跟住行過嚟呢度就華都，咁啊華都咧再行過對面咧，雅神經以前文華東方啦。好，再行過少少咧就有金龍再行過對面就皇家金寶。你數下你1、2、3、4、5、6、7、8、9、10、11、12個場，淨係呢一條大直路呢個區有12個場。咁呢12個場咧，其實佢經營嘅生意同埋咩咧？佢可以話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咧。呢度咧就究竟係乜嘢做失嗱？如果退晒嘅時候咧會點咧？我哋發覺一個情況就話咧要轉型。如果失咗去賭客嘅轉型咧，就出咗個陣痛。點解會咁講咧？因為新口岸區咧，如果大家覺得唔係高士德，唔係官也街，唔係噴水池，係嘛？佢係一個非傳統嘅旅遊熱點嚟嘅。呢個區咧高度依賴衛星場帶嚟嘅博彩客流。咁呢啲客流會食嘢啊，要食噶嘛？買嘢食嘢，佢哋咧。有呢個特別嘅行業添，當鋪大家都知道佢個區有當鋪嘅，有藥房嘅，有食肆嘅精品店嘅，仲有即係話同我宋英講咧，仲有手機店嘅喎，真係嗱呢周邊嘅商戶咧面臨咗一個叫客群嘅斷層啊，因為其實呢啲客同普通人唔同嘅一個斷層，點樣再翻啲客咧嗱？除咗呢個新口區失咗呢個客路經濟嘅問題之外咧，仲有一樣嘢喎，其實就係我哋就話。佢哋咧，當然啦，轉型啊嘛要嘗試啦。咁咧就商會亦都要自救。嗱呢幾個月都做咗唔少嘢嘅，譬如有聖誕節嘅燈飾啊，又有呢個商圈，又有香港嘅商品啊特價咁啊。咁希望提振咗生計。好啦，其實推出咗呢有優惠嘅團咧，成效過咗一段時間咧，有少少質疑，即係坊間或者一個商戶咧都有少少質疑，究竟呢個短期性，因為呢啲咁嘅佈置啊，近期都做緊嘅，聖誕節都做緊咧。能唔能夠填補長期嘅消費力嘅缺口咧？嗱，呢個係問題啦。好啦，講到經濟嘅問題咧，仲有另外一個問題嘅喎，就係衛星場咧會衍生咗就係話，仲有咧我哋講內港先啦，因為我哋講完新口岸區咧，內港其實係一個最大16浦，因為16浦係嗰區一個綜合嘅一個娛樂區嚟嘅。咁啊，因為商業決定咧，初就話咧會收購嘅，但係咧最終咧都要停運，咁啊成為內港唯一嘅綜合體。佢嘅退場已經好深遠嘅，其實成區啊，內港區咧可以話缺乏咗呢個元素之後咧，對遊客吸引力咧就存疑啊！而家就未知數，乜都係未知數。究竟我哋點樣對付咧？除咗呢個咧，仲有一樣就業嘅衝擊。嗱，因為咁多個
衛星場咧，好啦，我哋先睇睇咧，近期呢2個月咧就宣佈咗總體嘅失業率1.8%啫。咁但係咧，今個月11月、12月咧就逐漸執晒嘅時候咧，最少啊，阿戴斯都話啦，根據訪問有6個衛星場咧，呢2個月咧就已經執下，有3000幾個員工嘅失業嘅，即時失業。咁但係失業係唔會話失業啦，影響啦。咁啊應對嘅方法係咩咧？咁啊員工啊職業轉啦，嗱而家就話咧要消化3年總會，就話咧嗱戴斯啊或者勞工局咧就話唔緊要，博企咧承諾咗安置，內部係咪有足夠嘅相應職位啦？嗱呢個先係問題喎。等陣或者問下高生傾啲工聯都有冇收到呢啲咁嘅求助？但係戴斯又冇乜求助喎，有詢問嘅喎。冇乜點求助喎。咁另外咧，除咗招聘會同專社，係咪有需要積極咁職業培訓介入咧？呢幾樣嘢咧，就我哋咧都需要。未來係點樣嘅咧？我哋關心緊未來嘅時候，經濟轉型新口岸係咪要重新定位咧？內港活化要靠乜嘢咧？呢個就係關於成個2個區個經濟圈雙圈嘅問題。就業嘅安置埋，如果大量嘅轉移嘅時候，博企內部全面嘅消化不良啊呢樣嘢咧。另外第二招聘會即係嗰個政府有咩心理建設同埋有咩技能培訓同埋做到啲咩咧？嗱呢2個問題咧，我哋先同阿宋生講啦。咁究竟咧而家咧我哋先講究竟衛星場我哋而家其實咁多衛星場咧，佢個存在譬如就睇呢度咯，我哋而家10幾個衛星場，佢存在對澳門其實過往嚟講有啲咩貢獻，同埋點解要全部冇晒咧？咁你話貢獻嚟講，咁大家都睇到啦，一路以嚟咧，其實佢對個賭收嚟講咧，都佔咗大概5%左右嘅。哦，咁啊，但係你話如果佢呢個我諗最重要嗰點咧，對於嗰個職業崗位上邊嗰個提供嗰個數字咧係唔少，大家睇到啦。係啊，但係先要講緊3000幾人啊，呢個嚟緊會影響到3000幾人。咁但係你話至於另外喺個依附個商圈入邊咧，其實我哋睇到個商圈入邊好多，頭先我哋提到呢中小企嘅鋪頭咧，佢本身呢啲好多都係依賴住呢啲衛星場而去生存。係，因為本身佢哋嗰個模式咧，以往就係藉住因為有呢啲衛星場帶嚟呢啲旅客，佢哋就住呢啲旅客嘅消費而去設計佢哋自己本身嘅經營模式。特別係頭先提到啦，可能一啲講緊手機鋪啊、當鋪啊。一啲可能一啲高端嘅服裝鋪啊，一啲可能鐘錶啊，咁呢啲其實食肆都唔同喎，食肆都唔同嘅。東北菜比較多啲。咁其實你睇到佢本嚟迎合翻嗰啲衛星場本身客人嘅口味。咁你而家突然之間衛星場閂咗之後啦，咁對於佢哋個經營嘅模式要唔要改變咧？可能我以前做緊東北菜，我而家要唔要改為廣東菜啦？係咪要唔要改為其他可能啲四川菜啊，或者啲南方得一啲咁嘅菜或者西餐咧？咁其實呢個都要睇翻個改變，因為其實本身佢哋都係依賴住呢啲客人去做。咁但係你而家我哋講緊喺呢個3年嘅過渡期入邊啦，咁唔係話冇時間俾你嘅，3年已經俾你知道。咁但係要轉變嗰個模式係咪咁容易咧？咁特別我哋提到可能講一啲租金嘅問題，可能一啲業主本身啲商鋪嘅業主本身係依賴住因為嗰度有呢個衛星場，而佢可能以前買入嗰個鋪位嘅時候，可能個價值咧係已經計算咗一個衛星場喺附近，而令到衍生嘅價值出嚟。甚至乎個租金個租值，佢以往可能頭先我哋提到一啲商店，佢可能願意俾一啲高啲嘅租金去租呢啲鋪，因為好簡單，我哋講你本身我哋一般而家平時我哋民生區嘅商店咧，其實你開個時間營業時間可能一日10個鐘、12個鐘係好頂籠㗎啦。咁但係喺呢啲衛星場呢啲有衛星場附近嘅商號嚟講咧，佢哋可能個營業時間咧可能去到20個鐘，甚至乎24個鐘不停營業。咁其實對於佢嚟講個產嘅價值可能大啲，咁啊特別佢哋製造個就業崗位都多啲啦，因為佢本身佢開嘅時間長，咁佢冇可能一間你一個人點可以做個10幾廿20個鐘咧？咁一定係分開2-3班人。咁其實可能對於一啲就業崗位又好，對於一啲可能一啲鋪租嘅價值又好，對於佢個成個營運模式嚟講咧，都係唔同咗嘅。咁戴斯就話喎，咁佢話喂唔係啊，我哋呢個商圈咧點樣搞？下跌前幾年，但係咧佢又搞一啲振興經濟嘅喎，就係話搞一啲惠州啊咩新，好簡單。而家咧好簡單，琴日咧聖誕節咁係咪做咗呢啲裝置啊？聖誕節裝置啊，有得攤檔啊，或者係佢個做法就咁樣嘅喎，我好得意喎，我琴日都行去睇過。佢咧就係點樣做法嘅咧？
佢就係用呢個咁嘅。佢就譬如我呢度嗱，佢話大賽車博物館啊嘛，大賽車博物館喺呢度。咁跟住咧，然之後呢度入邊咧有啲金蓮花廣場對面呢度咧，就開始有啲鋪與鋪樓與樓之間有個走廊咁啊嘛。佢又全部擺晒裝置，一直行呢度又有裝置，一直行到去呢度。呢度過咗呢個廣場之後咧，呢度又係咁樣，擺到過嚟呢度。好啊，咁其實就話呢啲咁嘅裝置，呢啲性係咪可以造就一啲新嘅經濟型嘅嘢咧？我諗其實頭先大家分享到咧，過去點解會咁發展，就係因為基於嗰邊過去可能係近葡京，或者亦都有一啲當時澳門第一批賭權開放嘅，譬如星際啊、永利啊呢啲，其實當時嗰個區咧係真係旺嘅，因為以前係未有金剛區嘅時候最旺就係嗰個區，而呢一啲嘅娛樂場好、酒店好過去咧，亦都係即係一個延伸嚟嘅。咁然後當時就有呢一種經濟發展模式。咁但係坦白講，我自己覺得過去政府對呢樣嘢咧嘅干涉唔多嘅。你有生意做我哋咪做咯。咁啊，其實冇乜去所謂叫做去整理或者係做個規劃。但係好啦，我哋今日見到由於呢種模式過去，由於個博彩法生效之後，其實你見到過去幾年其實都唔係一時間嘅。頭先正如阿宋兄講，其實都陸續，其實有啲已經閂咗噶啦。坦白講，有啲鋪頭其實嗰區已經同過去係完全唔同一件事嚟噶啦。咁你話用翻正如頭先講啦，你唔轉型，你用翻以前嘅模式。明顯就係唔 work 㗎啦，而家本一個鋪頭嘅設置啊，或者整個客流嘅分佈。咁而家政府可能嘗試做一啲嘅計劃，例如話頭先講話呢一啲嘅做一啲打卡裝置啊、夜晚啊嗰樣嘢。咁坦白講，我諗依家大家可能都明顯就見到個成效未必係好好。咁但係都作為一種嘗試啦，我諗長遠呢個區域，你作為佢可能雖然係好多係都係居住區，但係過去亦都有好多商業啊元素。其實佢唔係完全冇條件嘅㗎。你正如就算閂晒所有嘅衛星場，仍然有大量嘅比較好嘅酒店啦。附近嘅一啲亦都有嚟係近我哋嘅葡京啊，近我哋一啲叫做靚嘅酒店。其實佢唔係完全冇生意做，但係坦白講，佢冇辦法用翻以前嗰種服務衛星場嘅模式去做生意。咁問題政府過去依家都講緊唔同嘅片區，頭先有都提到可能內港啦。咁將來呢啲片區，我哋用咩主題？我哋係咪真係針對唔同嘅旅客？我哋將來開呢度長期成為一個步行區，定係話我哋長期做一啲嘅唔同嘅計劃？因為呢一樣嘢唔係單純某一個鋪頭自己做到嘅。譬如我呢個鋪頭，我就算依家我賣東北菜賣唔掂啦，我賣咩先得咧？我冇客嘅，其實根本或者個客人都唔同嘅，嗰度又同一般嘅民生區有啲唔一樣。所以我諗其實呢一個係一個好考政府而家未來點樣去針對成個區域經濟，特別社區經濟嘅發展。咁而家政府有啲嘅方案啦，亦都有啲諗法㗎啦。咁但係問題 work 唔 work 咧？好唔好咧？我諗呢個係一個試驗第一步。其實而家唔係淨係呢個區啊，幾個區都試緊嘅。其實我所知。咁但係我諗佢要吸收翻啲經驗啦。究竟做啲乜嘢喺邊個區域能夠吸引到更多嘅客流，幫助到當一區係做一個轉型咧？咁頭先提到我尋日都有去現場睇過。其實我覺得現場嘅條件唔係冇嘅，正如嗰條路咧，中間頭先你講其實好闊嘅，可以足足擺人唔少嘅，同埋本來佢本身兩邊嘅商圈嘅氛圍都有嘅，即係周邊好多鋪，只不過嗰啲鋪頭唔係你要嘅鋪頭啫。咁將來你話點樣整翻靚佢，令到其實嗰度將來有唔同嘅酒店，佢嘅旅客都有嗰個購物或者係要食嘅需要，但係只不過係話可能以前入住嗰邊嘅就係賭客為主嘅，依家咧將來我哋嗰啲酒店可能佢都要轉型嘅，將來佢要吸納一啲可能小資嘅或者係中意社區遊嘅，咁嗰啲旅客可能嘅需求又唔一樣。我諗成個區域嘅一個變化咧，都需要咧政府啦或者我哋民間啦各個社會一定要諗一啲嘅方式，點樣去幫助呢個區域去做一個轉型，先能夠幫到佢哋。蘇生正話講過咧，其實就話呢度，其實呢度有冇條件？呢啲地區啊，有冇條件唔俾車入？佢根本已經係冇車入㗎啦。冇車入。係咪直情步行區咧？但係如果你做步行區嘅話，究竟點樣先至會有人流嚟咧？其實本身而家呢條路都本身已經係步行區啦，已經係冇車入㗎。但係問題就係你而家我哋睇到我哋做緊其他嘅步行區度咧，其實好多時都係因為嗰個地方旺咗啦，而我哋先令到一啲車唔俾佢行入去，就唔係話我哋有步行區就一定係必然係旺區。因為其實如果你咁講，好多地方唔入得車，淨係行人嘅，咁唔通嗰度就旺咩？其實呢個亦都唔係。但係問題關鍵係點形成到一個氛圍，去吸引到一啲旅客去嗰度之餘，仲去嗰度消費。咁你呢個一定係要
會有個規劃性去諗，但係個規劃點樣諗得到咧？同埋達唔達到我哋想嘅預期咧？咁呢個要真係要考政府但係規劃幾樣規劃嗱，好簡單。呢度入邊嗱，其實食肆出邊呢，其實出邊呢條街咧，其實都有啲食肆噶咯。係嚇，即係出邊呢條街，其實入邊呢度咧原本就都冇乜人行噶啦。即係話，如果你點樣創造一個經濟環境，如果你食肆原生嗰啲都執晒啦，咁你要再入駐嗰啲要做啲咩咧？其實嗱，因為如果你而家呢啲咁嘅區咧，最大嘅問題係咩咧？業主係分開嘅，各自嘅業主嚟嘅。咁究竟有咩人會入嚟咧？咁啊，嗰個願意俾多啲租金俾我，我梗係願意租俾佢啦。咁如果冇人租嘅時候，我就願意可能減啲租金去吸引人哋去租。咁但係咩人入到嚟，亦都要呢個要好在於做生意嗰個商家，佢本身佢個諗法係點樣？因為100個人100個諗法，每個商家可能佢覺得，我覺得呢樣嘢有得做喎，咁佢會嚟試。但係我哋亦都睇到有啲區域而家最近，頭先我哋講一啲餐飲度咧，你見到有啲開半年就唔開嘅，又轉咗手去第二個做都係咁啦。因為其實好多呢啲都係要靠一啲嘗試去做咯。因為如果你話唔能夠，我哋覺得規定咁樣做咗落去之後，佢就會做得到。我諗呢個商業社會又唔可以話咁樣去。我哋好似規劃咗，所以我諗完全規劃係冇辦法嘅。咁但係我諗一啲大嘅政策度例如近期政府開始俾一啲叫做餐飲業可能做一啲叫做露天茶座，其實可能類似嘅一啲方式或者一啲嘅辦法，令到鼓勵翻嗰個區有一啲唔同嘅嘗試。因為你話按照依家呢條路，其實大家都明㗎啦，就係呢條路冇得再行啦。咁我哋換路嘅時候，我諗政府冇辦法係俾晒成個規劃出嚟一定要點做。學你頭先宋興亦都未必大家配合到，但係我諗一個方向政策話俾大家聽嗱，我哋有個規劃點樣整好佢，我哋有啲咩便利條件，你嘅業主或者係一啲商家要投資點樣配合，我諗呢個要有。如果冇嘅話咧，你會睇住呢個地方好快咧就冇辦法再去有一個活力啊！我哋睇得出咧，依家其實坦白講喺近呢幾年嘅活力已經係明顯減弱咗。喺最後一間都西華燈之後，我哋相信可能會再進一步。咁所以呢一啲嘅方式，我諗政府唔能夠用依家呢種方法處理，可能要用一個更加之完善、更加積極一啲政策先能夠幫到呢個區域，要不然可能呢個區域可能面臨將來一個時間都係比較會淡靜一啲。咁其實仲有兩個問題喎。其實你正話阿宋生就係講，我哋嗱新嚟呢邊啊，嗱呢度咁多區，其實呢一區而家咧就政府統一呢條路、呢條路、呢條路、呢條路，就有一個主題。譬如而家最近聖誕嘅光影節，專門聖誕。但係如果佢一走，政府唔搞嘅時候，呢度一批業主，呢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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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業主，咁中間點搞咧？咁啊，佢呢個鋪位，呢啲鋪位其實就靠鋪位定係靠街邊擺檔咧？咁嗱，以前有一個嘅經驗就係新口岸區咧，嗰陣時就酒吧街嚟嘅。呢度因為而家我哋講緊夜經濟啊嘛，咁呢度以前都係24小時營業㗎啦。呢度又形唔形成到一個夜經濟嘅條件咧？呢一區呢個嚟講啦，呢個咧就真係要諗一諗，因為其實嗱，而家就算我哋喺內地都好咧，其實我哋睇到有啲街道啦，有啲佢可能真係行車嘅，嗰啲路咧就中間會變咗呢啲叫做食檔啊，嗰啲好似食街咁呢種模式係咪可以做咧？咁但係問題亦都有另一個問題咧，就係一啲噪音嘅問題，有啲環境衞生嘅問題，有啲治安嘅問題。咁呢啲咧，可能大家都要配合，要考慮一下，究竟會唔會有呢個問題？因為如果唔係咧，你喺下面做食街嘅時候咧，樓上個住戶啦，哇！你有咁嘈，嗰啲油煙就上晒嚟，可能又對於我哋個環境嗰度又好複雜，可能又夜晚就比較嘈，有啲人喺度飲酒。咁呢啲其實呢個諗法唔係話唔得，但係亦都要可能要同真係當區嘅居民，真係要睇佢哋嘅意見，亦都要睇翻商業上可唔可以做得到。咁其實我哋而家睇到，如果我哋講翻嗱，你講澳門，我哋其實以前亦都唔係話冇經驗。以往我哋以前10月初五街，其實如果你諗翻你20-30年前咧，10月初五街同而家係好多食肆，同而家係爭好遠嘅。以前就擺街邊檔嗰度咧，大排檔係啦，街咧唔好話大排檔，以前擺咗小販攤檔嗰度咧，其實都好多。當時30年前咧，以前嘅甚至30-40年前啊，以前有咩？嗰陣有奇灣車站，有皇宮。有有以前仲有內港嘅碼頭喺嗰度嘅，咁其實嗰陣咧，當時咧好多時咧啲人特別喺70年代、80年代開始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好多嗰啲檔口喺度咧，好多人特別係要翻內地嘅時候咧，好多經過度咧，其實嗰陣生意係好旺嘅。佢哋朝早，如果你係臨過年前咧，我知道，因為以前我哋有啲識得有啲街坊喺嗰度咧，佢哋朝早8點鐘旺到夜晚12點鐘嘅，都係咁旺嘅。但係問題而家又點樣咧？
隨住個時代嘅變遷，慢慢咧一路靜落，但係問題一路咁慢慢變成一種舊區。係。咁但係呢個會唔會新口岸區都會變成呢一種咧？我哋都要睇翻究竟我哋之後可以做到乜嘢先。但唔係話我哋可能規劃，我諗一種商業嘅商區嘅一個氛圍咧，一定要本身佢自己要營造得到先得。其實好多時其實我諗而家我諗政府除咗規劃以外，其實要創造一啲條件，點樣令到一啲營商環境可以好啲？點解大家可以聚喺嗰度？認為呢度我覺得有前景，我先容易聚。好啦，我做咗之後得做開咗就得。就算官也街，我哋以前官也街一條窄街嘅時候，冇錯，都係冇人嘅。點解而家可以旺到咁樣咧？大三巴點解以前由大三巴牌坊，因為牌坊個景點，噴水池一個景點，佢由以前一路咁樣旺上嚟，以前係冇旺嘅。以前其實嗰度好靜好淡靜，仲可以行車添。係啊，但係點解而家可以做到咁咧？其實呢個都係慢慢一種商圈嘅形成。但係呢個亦都唔係話3-2個月間我而家做就得，可能都要經過好長嘅時間。但係咁啊點樣？呢個亦都好考驗政府喺個自己嘅能力上面可唔可以做得到？呢次唔係話衛星場閂咗之後，我哋就政府就完咗呢件事啦。咁其實對於成個當區嘅活化點可以做得到？我諗呢個都係比較大嘅考驗。特別我哋而家仲有幾個片區要做緊。咁其實你話究竟可以做到邊個先咧？點可以令到佢真係形成得到一種商業氛圍咧？我諗呢一種先係最重要咯。嗱，我哋呢一節咧就講咗呢個衛星場退場之後個商圈個經濟問題。嗱，我哋仲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人員工嘅問題咧。我哋下一節咧再同嘉賓傾傾員工嘅問題。我哋下一節見。好，翻返嚟我哋係體周論壇節目啦，第二節嘅時間。咁啊，像上一節咧，我哋講咗我哋衛星場退場所引起嘅經濟商圈嘅問題啦。咁啊，當然啦，我哋仲要探討下嘅。不過咧，我哋而家咧，除咗第二個張亞講問題之外，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員工嘅問題啦。嗱，正如正話所講咧，就而家係個衝擊嚟嘅。咁我哋最後一個月咧，受影響已經3600個員工啦。咁啊，大師咧就話衛星場咧就會按部就班過渡嘅。
咁啊，然之後咧，主要僱員嘅員工咧會陸續咧就會改善㗎啦。咁啊，李靜儀都關注到咧，佢就話財政司咧就指出，目前6個衛星場關閉，派駐已經轉翻去所屬承批公司工作啊。咁啊，剩翻嗰啲咧會慢慢做安排。好啦，高兄，你哋其實就話以你哋譬如公園嗰度個勞工啊方面，有冇同你哋查詢啊，或者協助，或者你所知嘅情況係點樣？我諗，因為其實整個衛星場嘅嗰個過渡咧，其實正如頭先提啦，都已經有一段時間，呢件唔係新鮮事。我哋所知無論政府好啦，或者一啲相關嘅衛星場啦，其實佢哋一路都有進行呢啲相關嘅工作，即係佢唔係一個由0到100嘅工作，其實一路都係循序漸進進行緊。咁有部分嘅員工其實本來係承批公司嘅，當然要轉翻落去啦。有部分就算唔係嘅，其實可能喺協調下面都陸續啦，即係可能有啲係轉崗位、轉職位，但係都係有工作做嘅。咁相信可能喺短期入邊，對於嗰個就業咧，其實可能未必有一個即時好嚴重嘅事發生。咁但係坦白講，咁嘅員工亦都有好多種嘅。咁過去可能崗位上你啲 A 公司變做翻 B 公司，或者翻原公司，就算做同一個崗位，或者做咗唔同崗位，其實都有個適應或者係長遠能唔能夠即係消化得到嘅問題。我諗短時間內邊佢哋嘅就業雖然能夠保障，但係可能未來點樣去跟蹤翻佢哋嗰個就業嘅情況啊，或者係相關嘅員工有冇條件可能透過可能一啲培訓啊，可能去轉去另唔同嘅崗位去適應翻咧。因為坦白講，我諗依家喺澳門嘅就業環境，正如個失業率相對啦，即係唔係咁高。雖然可能係一啲叫做就業嘅質量啊條件未必好，但係其實工作崗位都仲係有嘅。問題呢啲工作崗位同埋原本呢一啲做緊嘅人合唔合適咧？佢可能收緊嘅工資高啲，如果要佢低啲，佢制唔制咧？咁我諗呢一啲係需要去做一啲跟蹤，而唔係話純粹你食咗佢轉咗佢就完咗。我諗呢個係一個比較長期嘅跟蹤工作，亦都係澳門長遠咧。我諗唔係淨係呢一個衛星場問題，其實過去亦都提到好多喺博企或者娛樂場工作嘅員工，其實佢哋都面臨住呢一種問題，因為始終佢哋可能喺過去嘅技能上面可能係比較集中喺呢度，咁但係其實喺疫情嘅時候都有啲計劃嘅，我所知公司都做緊一啲內部轉職嘅計劃，但係有啲成功嘅，我哋所知好開心咁能夠由一個過去可能要輪班工作嘅轉咗去其他行政啊或者工作，但係亦都有啲失敗，就可能佢唔適應，咁所以我諗呢啲喺過程入邊咧，我諗唔係單一嘅，我諗未來持續好多年咧都係要繼續跟蹤去做翻，去確保翻呢啲員工能夠順利咁過渡得到咯。宋兄咧，其實喺博彩業嗰方面咧，有冇一啲博彩業嘅員工啊或者嘅朋友啊，同你傾緊，咦？呢個轉呢個順唔順利咧，或者有冇咩問題出現？咁其實而家我哋了解到咧，有一啲咧原來嘅衛星場咧，佢去翻佢而家原本所屬嘅公司嘅其他嘅場度做都有。咁啊，第一咧，我聽到有啲可能翻去葡京啊，佢本身因為有啲都係澳博比較多嗰啲多啦。咁另外一啲可能轉翻去其他嘅場入邊都有。咁但係問題就係我諗持續頭先都有高兄咁講啦。最主要點樣持續去關心佢哋，同埋關注翻嗰個真係轉職嘅情況，特別會唔會可能對佢福利嚟講會唔會減低咗啦？對個工作環境會唔會唔同咗啦？工作嗰個條件會唔會差咗？咁我諗呢幾個都係要政府。我諗除咗今次我哋話衛星場閂咗門之後啦，咁究竟佢呢啲員工去翻到佢本身所屬公司佢嘅持牌公司其他嘅場嘅時候，會唔會我哋？點樣可能會唔會做完2個月就唔做啊？會唔會或者可能或者其他嘅原因而令到佢哋要令到個失業啊？或者會唔會個崗位上面有個大幅度嘅改變？特別我諗係特別講緊轉職嘅時候咧，究竟佢哋會唔會對於佢哋嚟講有一種持續嘅監察？究竟佢哋係一個長時間，唔係話3-2個月咁，其實可能去到後年啊出年，究竟佢個情況會係點樣咧？會唔會有一種持續跟進咧？我諗大部分嚟講咧，應該都解決得到嘅。但係問題可能有啲個別嗰啲咧，可能要特別要去關注咯。咁其實就話政府嘅取態就話，我同你配到揾翻份工，但係揾唔揾得翻一樣同等福利、同等薪金、同等工作嘅工係另外一個問題嚟嘅喎，即係咁呢個一定係啦，因為你始終佢一轉職嘅時候，一定嗰個條件上面、個環境上面，第一我哋提環境已經一定唔同咗啦。因為可能有啲人對於個環境可能唔適應，或者可能對於同我其他嘅同事唔同咗啦。係咯。以前我同呢一班同事係冇夾得冇問題嘅，咁但係而家換咗啲同事嘅時候，會唔會喺個制度上面又唔同咗咧？因為可能本身每一個公司入邊嘅公司文化都有唔同。可能佢本身可能呢個會比較急促啲，嗰個比較叫做自由啲嘅。咁但係可能去到公司又唔同咗，或者可能對於一啲可能一啲其他嘅可能工作嘅程序上面，亦都有啲唔同咗。
咁我諗呢一個咧，可能都要一啲適應嘅時間咯。哦，其實正如你所講，都要監察一段時間，睇下究竟佢哋即係轉咗職之後個長遠嘅情況點，會唔會出現一啲其他嘅問題出現啊？係咪？咁所以咧就其實總結嚟講咧，我都希望咧就話衛星場嘅熄燈咧，唔應該係社區經濟嘅熄燈嘅。咁啊，我哋要密切關注下就業率啊，同埋商鋪嘅生存率咧，睇下後續嘅情況係點樣咧。好，跟住我哋睇睇第二個議題咯，好唔好啊？好啊。咁第二個議題咧，咁啊大家都知咧，香港宏福苑大火咧就有啲啟示嘅。其實一條即係血的嘅教訓啊，喺度即係160條人命。咁啊，對澳門舊樓係咪響咗警號咧？我哋又應該點做咧？嗱，我哋睇睇啦。香港咧喺呢條大火之後咧做咗啲嘢嘅。當然成一個獨立委員會啦，呢個委員會去調查呢個事件嘅，但係即刻推人一啲咧就係棚網檢測嘅新制度咯。咁啊變咗咧就話，我哋其實就話維修舊樓、維修咩都希望安全啲啫。咁如果安全就變成唔安全嘅，咁梗係唔好啦。所以承建商咧就要提供一啲助燃嘅證明，因為而家都係仲傾緊棚網嘅問題啊嘛。棚網捉棚，究竟會唔會去咧？咁啊，我相信都。喺現階段嚟講咧，竹棚都繼續會用啦，棚網亦都需要啦。咁材料啊點樣去鑑證咧？點樣送實咧？同埋上架政府點樣抽樣咧？呢個係香港嘅做法啦。澳門嘅做法又點咧？嗱，澳門嘅態度係點咧？首先當然啦，件事大家都好關心。作為我哋鄰居啊，我哋兄弟咧，亦都捐咗啦。救災之後，我哋亦都捐咗3000萬香港元俾香港嗰邊。咁運輸公務司咧，譚偉文咧，喺10月14號咧訪問嘅時候話咧，其實我哋有關工地安全設施咧，都係好關注㗎啦。亦都要話棚架嘅圍網咧，要用助燃嘅物料，因為今次嚟講咧，點解會大火咧？大家關注過兩個點嘅，一個就係話嗰個圍網咧燒得好快，咁啊仲整埋隔離添，仲有一個係嗰啲發泡膠塞住晒啲窗，咁呢兩方面，咁啊點樣測試？點樣引入相關嘅條例咧？同埋咧，我期望希望政府、業界同民間咧喺3方面攜手協作，將相關嘅安全工作做得更好。嗱，要3方啊！點解咁關注？點解咁要大家合作咧？因為我哋有個法例嘅，我哋嘅法例就話咧，我哋而家好多層舊樓噶嘛，我哋有幾千層舊樓。其實政府規定咧，入伙10年同埋5年要維修保養嘅。咁啊，我哋10年有好多大廈啊，或者都要維修保養嘅。其實而家維修保養咧，維修工程咧就牽涉到龐大嘅利益，亦都好易滋生圍標同貪腐嘅。咁因為呢方面嘅時候，香港咧亦都係出現咗，因為用啲偷工減料或者呢種平價嘅嘢。咁呢方面就大佬，而家我哋探討緊咧，澳門嘅情況係點咧？我哋係咪要有監理咧？私人工程邊個把關咧？點樣去監察咧？係咪可以仿效香港抵澳檢測突擊檢查咧？嗱，呢個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就話，我哋3方面點合作咧？政府有規矩啦，政府點監管咧？業界究竟點樣做咧？民間咧就最弱噶啦。因為點解民間我哋唔知嘅？你話維修啲業主委員會可能都係義務性質或者唔係專業人士，點樣去做法咧？我諗其實今次香港呢件事件咧，即係佢只係其中一個點咧。佢當然啦，我哋而家拉出好多問題。其實佢香港呢個點就係基於可能喺呢啲舊樓維修入邊，可能會唔會涉及一啲即係可能係違法啦，可能係唔小心啦，或者可能你監察上面做得唔好嘅事。因為但係問題嚟啦，回歸翻澳門啦，我諗其實正如頭先提到，我哋澳門依家都整體有個存在個大問題嘅。第一啊，雖然話我哋舊樓維修有啲相關嘅法律啊，要求佢點去處理去食，但係其實講真句，無論正如頭先提到我哋民間嘅專業性好，甚至我哋專業界別嘅整個專業，成個澳門嘅關於呢啲樓宇維修保養，其實坦白講，我諗唔會比香港好。只不過係話過去可能喺監察上面，澳門相對細，容易啲，咁啊冇咁出咁多大事。香港今次呢件事嘅受關注嘅原因就係因為佢波及嘅範圍好大，涉及人命牽涉好多。咁我諗喺呢一個警號，澳門應該收到。我哋將來喺呢啲監理上面，可能無論喺政府或者相關公司上面，我相信能夠係做好。但係坦白講，我哋澳門整體點樣去提升翻我哋整體樓宇維修嘅嗰種意識，特別可能喺專業上面能夠點樣去配合得到。因為當你唔專業，就會產生一啲可能大家唔覺意、唔小心會出現一啲意外嘅事。咁我諗喺呢一個
方面上面咧，政府嘅推動係責無旁貸。第一咁咪點樣推動翻佢嘅監察要做好；第二一啲相關嘅法律點樣修理好啦，同埋點樣去監管好呢啲公司。第三亦都係協助翻我哋嘅民間，例如火局或者相關一啲樓宇維修基金，除咗俾錢之外，點樣去幫助協助更好咁樣令到我哋業主可以揾到啲專業嘅合適嘅去做呢啲嘅大廈維修，以確保翻嗰個安全性。我諗呢個整體上面仲有唔少嘅工作咧係可以做嘅。咁我哋澳門其實依家 touch wood 冇大事發生，咁但係其實你話呢啲事會發生，隨時都會啊。其實過去亦都火燭喺澳門亦都唔係話好罕有，成日都會發生。只不過咁啱冇呢啲助燃嘅方法。咁我諗喺呢啲整體成個一個流程鏈上面，由政府、由民間、又到商業機構，我哋都係要做多啲工作先能夠去即係希望減少呢啲事情嘅發生。嗱，所以我覺得第一樣嘢就三方面嘛，政府、承建商同埋民間。咁其實而家民間其實呢個業主委員會嘅情況係有三無嘅，又點樣咧？即係你有冇睇諗啦？呢個問題其實點樣去滿足到我哋嘅法律規定5年、10年要維修，同埋好多係咪而家都係冇維修嘅咧？其實我哋而家睇翻咁一定，你話係咪有啲冇維修？咁呢個我覺得都有存在一個好多嘅情況出現，因為特別我哋講緊咧頭先提到嘅三無即係三無嗰啲冇業主會嘅大廈啦。因為其實我哋本身澳門好多咧，其實而家特別講緊啲舊樓咧，好多都係啲5層高、6層高嘅舊樓。咁呢啲咧可能佢本身個火數比較少，10零火。咁其實佢喺做嗰個大廈維修嘅時候咧，佢好多時咧，可能甚至乎咧，基本上係一座樓同一座樓之間係拍住嘅。咁其實佢只係一個表面一個立面嘅。咁所以個維修上面咧就冇呢啲好似香港呢啲整棟講緊幾十層樓咁複雜。即係啲屋苑係啦，因為香港本身啲屋苑咧，而家你講到我哋而家講緊澳門30-40層樓都好高㗎啦。香港我見過啲屋苑係70幾層嘅。咁其實你諗緊，如果70幾層樓，你嗰個大廈同埋佢咁一棟棟嘅時候咧，連續一個屋苑10座8座嘅時候咧，其實佢嗰個緊密嘅程度同澳門就唔同。咁我哋而家澳門講嘅，而家最多嘅屋苑嗰啲可能氹仔嗰啲都講緊係20-30座，但係其實佢係一期期咁去開發出嚟，佢嗰個本身嗰個密度冇咁高。咁同埋咧，亦都我哋澳門，我哋之前都見到澳門亦都有一啲咁嘅氹仔一啲高層嘅大廈維修啊，亦都做咗棚網。咁其實呢一個亦都有之前咧，我喺電台聽過咧，有啲觀眾打上去都講咧，佢哋做嘅時候咧就係隔開一棟做嘅。即係可能咧135-246咁去做嘅，去搭棚做。咁樣如果咁樣嘅情況，其實呢啲亦都可以喺連環燒嗰啲就會機會少啲啦。因為你睇今次香港佢係8座樓咧，全部一齊去做，跟住之後佢8座係黐住嘅。咁變咗起火嘅時候咧，佢就蔓延咗去隔離。咁特別係提到嗰個可能一啲頭先講緊一啲棚網嘅問題啦。棚網呢啲本身話講緊一啲證書，究竟佢有冇一啲助燃嘅證書？咁講實呢啲證書究竟嗰個真確性去到邊度？咁我當然佢交咗出嚟，我都要信佢。但係究竟嗰個檢測能力去到邊度咧？因為其實講實，你咁多棟大廈嘅時候做咧，其實如果你幾棟大廈去做咧，你唔係一兩捆嘅棚網啊，你可能好多捆。咁你個喺個頭度抽少咗出嚟，係咪去燒下佢又得咧？咁但係問題，你燒咗個頭，代表中間嗰度又唔燒咧，係咪咧？咁你冇能成卷燒個燒佢又冇得用。咁其實所以呢啲其實你有檢測上面係有，我哋只能夠信呢一啲檢測公司，佢究竟做唔做嗰個標準嗰度。但係有乜事嘅問題咧，到時歸責就歸責喺嗰個檢測公司嗰度嘅啫。咁但係我諗呢一個都係我諗如果在於民間嚟講咧，我諗都係提高個意識。經過今次之後咧，我諗澳門好多個業主啊，其實都會好留意。特別如果你我大廈維修，你要做棚網，要做棚嘅，會唔會啲工人會食煙啊？呢啲咁嘅情況咧，佢哋大家都會關注。咁我諗，但係巡查呢個咧係一定必須要噶啦。咁但係巡查之後咧，究竟點樣可以提高大家嘅意識？一發現有乜問題嘅時候，我哋就可能要即係唔好話鼓勵啲人去投訴，但係發現有問題就真係去舉報佢，點樣可以去監督好？因為如果真係萬一出事嘅時候咧，好似今次香港呢個我哋睇到嗰個教訓就真係非常之大咯。唔係，嗰個我想問啦。嗱，而家仲有一個問題，大家傾緊。究竟我哋用唔用棚咧？搭唔搭竹棚？因為鐵棚其實澳門而家對呢個澳門嘅棚業嘅工人嗰方面又有冇影響咧？你呢方面我諗今次咧呢一個大家都好關注，究竟即係咪即係竹棚就會引起個問題咧？咁其實我諗喺睇過好多唔同嘅報告或者成其實都提到，其實竹棚當然佢有佢一定嘅問題係存在，但係同時地鐵棚係咪冇問題咧？亦都唔係。其實我諗政府可能喺呢個方面可能要做多少，因為過去澳門咧坦白講竹棚為主嘅，我所了解鐵棚係少嘅。咁但係有啲地方可能喺個竹棚工藝唔係咁盛行，或者係本來個物料嗰樣嘢咧，其實佢用鐵棚。但係其實我哋睇翻好多人都研究過，其實唔係話
絕對用咩棚好。其實睇翻嗰個本身個大廈維修嘅嗰個工程嘅嗰個計劃，其實可能更加適合用邊一類。我諗呢個政府可能要做多少少指引，或者係令到我哋業界更清楚。原來有啲小範圍嘅可能用竹棚嘅嗰個效果會更好啊，或者亦都只要係注意個防火，因為其實今次唔係個竹棚燒，而係個竹棚個圍網燒。坦白講，你做鐵棚都可以做圍網嘅，其實一樣可以燒到個圍網。甚至佢哋有提過話，可能喺嗰個鐵棚嘅嗰個溫度更高啊。如果係真係發生意外嘅時候，可能更嚴重。所以我諗呢個應該係要綜合翻提升翻我哋整體對於呢一個外牆維修，究竟用一啲咩物料，係咪可以提供一啲指引，令到唔同嘅公司或者唔同嘅業主都了解翻邊個合適嘅，咁然後去使用咯。咁就冇辦法，唔需要話一定係用邊一樣，因為其實我諗亦都唔需要再抬頭解釋，好多人都講過呢一個問題嘅。其實我覺得咧，而家就話業界、民間同埋政府嗰個喺澳門相對嚟講，現時嘅制度咧，就話現時嘅情況相對澳門係比較係安全啲嘅。會唔會咁講咧？其實就係因為澳門嚟講，而家最關心嘅兩樣嘢啫，就係個安全問題同埋個貪腐問題嘅啫嘛。咁安全問題其實就係話我哋似乎大型嘅屋苑唔係太多，同埋我哋咧就話學你就話宋生所講，如果我哋做好嘅個隔一格咁做，亦都牽連都唔會咁大。而家問題就係話民間選，即係話選邊一個專業嘅承建商咧？呢方面咧，其實就話澳門係咪會有一個比較好啲？因為澳門就細，人脈關係又大，即係比較緊密嘅。其實邊個好邊個唔好咧？我係咪會比較會好啲咧？呢樣嘢係相對嚟講，同埋政府都加強啲咁喺呢三方面，我哋會唔會係加強咗嘅時候會比較好啲咧？咁其實你話呢個係咪地方細？我哋大家知道。咁其實我諗喺呢啲開標嘅其實反而咧，我諗喺民間入邊咧，政府係唔會俾一啲指引，俾一啲方式，教一啲業主會究竟點樣去開標，點樣去揀選佢哋應該合適嘅公司。因為當然地方細，我哋公司咧可能都唔話太多，大家都好多都知道邊啲係得，邊啲唔得。咁但係喺業主會嘅時候嘅立場去睇，佢喺考慮邊間公司嘅時候，唔能夠話因為地方細，我同呢間我覺得呢間信譽好啲，但係可能價錢會貴啲喎。咁亦都會面對一啲其他業主嘅質疑嘅壓力。點解你要揀間貴嘅唔揀間平嘅？咁但係咪揀間平嘅就最好啦？咁可能平嘅時候，可能佢可能有啲嘢又覺得可能個標準上面又冇貴嗰間做得咁高喎。咁所以呢一個咧，我諗政府上面呢啲可能要諗一啲要喺指引或者又好，或者係點樣幫助一啲有關部門啦，幫助翻一啲業主會點去真係去揀一啲合適佢適合佢哋，因為每一個地方每一個屋苑可能都有佢個別嘅情況有唔同，咁可能咧都要一啲佢哋揀翻一啲合適佢哋嘅工程公司去做咯。係，我相信咧，即係話喺呢三方面嚟講咧，喺我哋防火啊呢個都尤其是樓宇維修防火方面咧，都應該係可以澳門嚟講咧可以協調得到嘅啦。我諗喺澳門依家其實除咗頭先講一啲工程之外咧，其實我哋今次亦都關鍵要個消防問題。其實坦白講，消防問題澳門都澳門嘅即係相關嘅部門咧，其實我哋見到近年都做咗好多努力。但係坦白講，我哋澳門本來市民或者對於個消防咧，其實坦白講，我哋係有好多時疏忽嘅。例如一啲走火通道嘅擠塞啊、防火門唔閂啊，或者一啲防火設施，甚至之前提到可能用咗一啲防火嘅水，呢啲其實坦白講仍然發生緊。特別可能一啲舊式嘅大廈，經常喺個防火系統上面係有一個好大嘅疏漏嘅。咁我諗呢個部分咧，除咗靠官方之外，民間亦都應該今次吸取呢個智慧、呢個教訓啦。其實我哋應該係要都係做好。坦白講係會煩咗嘅。例如話你整啲防火設施要用錢，或者你成日要閂門，或者我冇得俾你擺斜樓啲嘢，咁你又會唔方便。但係問題，我諗呢個生命係無價。咁呢一個係今次最簡單，我諗大家亦都要預示到就係，其實當發生意外嘅時候，如果你冇做好啲防火設施，其實哪怕再好嘅一啲嘅一啲設施都幫唔到你嘅。咁所以呢一個係應該最簡單知道，亦都官方要做多啲宣傳，教翻我哋嘅市民，當遇到呢啲情況嘅時候，我哋點樣能夠保命，係會有一個更好嘅效果出嚟咯。冇錯，最緊要有防火意識要加強，無論咧你就係維修又好，家居又好咧，防火意識一定要強嘅。咁啊，今個禮拜嘅時間咧，我哋又到咗啦。咁咧，我哋希望下一次咧，再有機會再請兩位高生咧，同埋阿宋生咧，非常多謝你，再同我講講我哋澳門嘅議題。好，我哋下一次再見，拜拜。拜拜。